谢谢，我帮你找找。谢谢。就他，我对着他行。这胡闹什么呀？这他妈是我老婆。对不住啊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你怎么这么慢啊？啊，那个遇了点小麻烦。啊？什么麻烦？没事。你怎么样了？做了检查，现在就等报告了。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确实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导致不孕。什么？没事，没事。是哪方的问题？是我的问题。您之前是不是有过比较严重的外伤？你还好吗？爱宝，爱宝。谁呀？你神经病啊！简单的说，就是你的盆骨碎了一块，并且皮下有积血。我们怀疑这个血块有可能会压迫神经，对于身体其他的功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。那应该怎么样？这个必须要手术，把血块取出来，防止引起其他并发症状。